台湾伫咧2025年进入到超高龄社会，台北市65岁以上时段已经有57.7千人，是全国高龄化程度上介悬的行政区。伫咧北投这个所在，因为较晚山边，即交通无方便，就企业培养司机也出钱关这接送专车，甲时段呢对客家载到日照中心。司机亲切拍招呼，准备要送时大去北投的日照中心。这位司机原本伫咧幼稚园做驾驶，即马来到北投的长乡社区长照机构，接送老大人去长照中心甲处理。司机讲，和英国上大的差别，就是时大就车会和伊开讲，互伊感觉真亲切。较早因个老娃娃坐车阵，就是就车就困啦，到位就落车呢。即马无共，即马就车我甲伊拍招呼。开讲安尼，甲分享一寡厝的代志安尼啊，一定要时时间欢喜安尼。感觉司机足好咧，这司机真亲切咧，要起落落吼，拢甲咱照顾甲足好啦。台湾伫202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，台北市嘛加做高龄化程度上悬的行政区，其中北投区因为瓦山地理环境嘛较复杂，交通嘛较无方便，因为安尼长照中心真需要有对路草较熟的司机，所以企业出钱请司机，嘛捐出交通车予北投的长照中心。我们现在台北市65岁以上的长辈有57.7万，已经是23%的人口比例。好，所以这已经是相当于超高龄化的社会了。长照机构表示，时大照护非常重要，加上亲切的对话，嘛，互时大心理较健康。另外，因除了有提供社区的专车接送，佮有安排更轻课，希望互时大逐工拢伫咧生活充满爱的环境。记者狄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